啱啱公布咗嘅澳洲2024年去到2025年嘅 Migration Program Report 裏面呢，有幾個數據係好值得大家關注㗎。呢份報告唔單止總結咗我哋澳洲今年批咗幾多移民嘅真實數據啊，更加重要嘅咧就係佢透露咗澳洲政府究竟係想要啲咩嘅人呢。如果咧你係考慮緊移民過嚟澳洲，或者你已經係喺度準備緊申請嘅話咧，今日呢一條片你一定要睇到最後啦，因為移民通道啊正在發生一個好重大嘅變化㗎，而呢啲變化係直接影響到你應該係揀邊一條路線嘅。根據報告嘅顯示咧，2024年去到2025年嘅財政年度咧，澳洲總共批咗185000個永久居民嘅名額。比上一年嘅19萬咧，其實見到係有下降㗎，但係呢一個係同2024年披露嘅2024去到2025年財政年度永久移民配額其實係相符㗎。咁呢個185000個名額究竟係點樣分配嘅呢？技術移民啦就佔咗成71.4% 㗎，即係話大概係132000人左右啦。而家庭移民咧就係佔28.4% 㗎，即係有成52500個咁多㗎。咁呢個比例咧就已經好清晰咁話俾你聽。其實澳洲而家最想要嘅咧就係可以即刻為澳洲嘅經濟做貢獻嘅技術移民啦。咁點解會咁講呢？大家睇到呢一條片嘅最後就會知道原因㗎啦。